再见，头岛教。每天阿公送小钟去上学，一路上小钟总是十分不情愿。小钟在学校不想和同学玩，更不喜欢上课。今天上课老师说，有一种特别的小鸟，每年都从遥远的家乡飞来我们台湾。它有一个外号叫做头岛鹫。为什么叫做头岛鹫呢？因为小钟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想，那不就像我一样，也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吗？我真的好想妈妈哦。放学后，小钟不想回阿公家，他想回家找妈妈，但是又不知道回家的路要怎么走，于是他一个人乱走的走到田内。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已经迷路了，脚好酸又好累，小钟就坐在路边的一棵树下休息，不久就睡着了。喵喵，一个奇特的声音把小钟吵醒。咦，是猫吗？结果小钟看到的是一只小鸟。你是谁？小钟问。我是小头刀，我和我的家人走散了。小鸟说。小钟看小头刀很可怜，不忍心放他一个人孤孤单单，就决定和小头刀一起去找他的家人。他们在路上遇到一只蜗牛。嗨，蜗牛先生，你知道小头刀的家在哪里吗？小钟问。蜗牛伸长它长长的眼睛，指着自己背上的口，说：家不就是在背上吗？他又看着小钟背上的书包，说：你自己也有一个家呀。小钟连忙说：不是，这是我的书包。我们要找的是有小头刀家人的家。但是蜗牛还是不明白小钟的意思。哎，我好像说的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小钟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，只好跟蜗牛说声谢谢，跟小头刀就离开了。小钟跟小头刀走了一段路以后，回头看了一下蜗牛，发现它还是在刚才那片叶子上慢慢的爬着。小钟忍不住笑着跟蜗牛挥挥手说：蜗牛先生再见了，我发现你走路比我阿公还要慢呢。他们继续走了一段路，这个时候，路边的草丛里传出来一阵声响。该不会是你的家人吧？我们赶快去看一看。小钟兴奋地拨开草丛，跟小头刀就走了进去。结果他们不小心吵醒了一只正在冬眠的青蛇。生气的青蛇马上扑了过来，张开嘴巴就要咬。小钟和小头刀吓得转身就跑，可是他们却跑不过青蛇爬行的速度，眼看青蛇就要追上他们了。就在青蛇张开大嘴的时候，小钟赶快在地上抓了一把泥沙，往青蛇丢了过去。结果泥沙丢进了青蛇的嘴里，青蛇被呛到了。不过没想到，青蛇咳了一声，就把泥沙吐了出来，又要向小钟他们扑过去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小头刀的身体忽然变大了，拍动翅膀飞了起来。小钟连忙抓住小头刀的脚，然后小头刀就带着小钟飞到天上，留下在地上气得全身发抖的青蛇。好险，原来你这么会飞呀，好厉害！
小钟开心地跟修头刀道谢。修头刀说：“还好啦，你要是看到我妈妈飞在天空的模样，那才叫厉害呢。”他们两个就一边在天空飞着，一边聊了起来，聊小时候有趣的事情，聊彼此的家人。聊着聊着，小钟忽然想起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头倒教，原来修头刀就是头倒教啦。想我知道你的家人在哪里了。小钟跟修头刀说。修头刀高兴地说：“真的吗？在哪里？”小钟用手指了一个方向，他们就马上飞了过去。果然，修头刀就这样找到了他的家人。修头刀的妈妈抱着修头刀开心地哭了起来。这时，看到修头刀母子团圆的小钟，一方面为他们感到高兴，一方面也想起最疼爱他的阿公，心里开始难过了起来。修头刀看到小钟忧愁的脸色，知道他也在想家了，就跟小钟说：“谢谢你帮我找到我的家人，现在换我来送你回家吧。”他们再一次飞到天上，小钟已经没有先前兴奋的心情，一心只想赶快回阿公家。忽然，小钟在天上望见路上一个身影，那不就是正在着急找寻小钟的阿公吗？小钟等不及的马上就从修头刀的背上跳了下来，一边大叫着：“阿公，阿公！”小钟醒来时，发觉自己竖在阿公的背上。阿公的背虽然弯，脚步虽然缓慢，双手却是牢牢地拖住自己，迈着沉稳的脚步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小钟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呀！这时，小钟忽然想起修头刀，哎呀，忘了和修头刀说再见了。小钟想，明天放学以后要再去找他，要好好的谢谢他。不过这一次一定会先跟阿公说一声，不要再让他为我担心了。夕阳中，寒冷的北风不断的吹着，但是小钟和阿公两人的心中都充满着温暖。